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0月1號，田草 A+3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志快地，想分享下場次60，四班1800米，13號馬雙贏，孭117磅，12檔起步，最後100撻着撲上嚟跑第三，輸4分3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場次62，三級賽1000米，3號馬精算暴雪，孭126磅，3檔起步，最後200穿位而上，力逼頭馬輸頸位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